政府講咧，2006年咧我就去過南約區中學，當時咧就游說嗰度嘅區議會唔好殺校，因為咧我哋認識一個好叻嘅細路仔就喺嗰度出嚟，就航天咧特別叻。嗰間中學嗰陣時咧，我哋設法子喺電台咧都講咗3個鐘，不過始終都殺咗校。第二咧，正生書院咧，我就目睹佢成長嘅。當時阿陳少爵先生咧就係要放棄咗自己份工，跟住咧就開放佢間屋，咁啊俾呢一啲年青人，即係嗰陣時佢因此亦都攞獎。咁9年抗戰咧，今日我好傷心睇到報紙同埋居民對佢哋即係嗰個抗拒啦。咁呢個當然係對於即係正生係唔了解，但係咧我亦都要澄清咧，我知道正生唔係戒毒學校嚟嘅，佢應該係戒完毒之後，要讓佢哋係進入返個社區。咁就住呢一方面嘅年青人呢，我好想同即係啲居民講呢，其實對當區嘅年青人係有好處嘅，因為咧佢哋嗰個轉化嘅過程，我知道正生係可以改變咗嗰個年青人，變咗係好積極嘅，佢真係用個心去做，我哋都入去幫佢好多呢啲義務嘅工作。所以咧應該用另外一個角度，唔係利益衝突，而係咧係相輔相成，嗰啲嘅成功嘅例子啊，令到啲家長教少啲啊，即係唔係話一間普通個學校就教得好過正生書院呢個咧？我自己作為教育界，我亦都目睹好多好成功嘅例子，改變埋佢周遭嘅朋友。所以咧，我就同意咧，現時其實咧要即刻咧，即係政府咧就唔好再難為嗰啲學生自己去辯論，而係俾佢哋搬入去先。咁我就認為咧，就唔係話要人哋接受佢，而係我哋都兩條腿走路，即刻俾佢搬入去，係我哋係係支持佢，但係咧同時政府應該兩條腿走路咧。萬一真係仍然呢個衝突係存在，就符合梅窩居民嘅需要，即係3年之後揾地方俾佢哋係可以安生樂業，係我哋一齊去支持佢呢個工作。